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这边。好佳哉有找到恁，咱来去佚佗咯。小等，咱还袂买车票。这运敢毋是用悠悠卡比一下就好啊？无啦，咱今仔日要来去桃园佚佗，毋是坐运啦。对吼，我还记得阿母有讲过，桃园伫台北的隔壁。安尼咱要安怎去较紧咧？为台北到桃园的方式有足侪种，康康甲乐乐，恁约看卖，倒一种较紧咧？1. 家己驶车；2. 坐火车；3. 坐高铁。我知影。我嘛知影，答案是3. 坐高铁。高铁比火车甲汽车的速度较紧。有概念吗？赞哦！咱今仔日要坐高铁，我也毋捌坐过高铁呢。迄边有足侪人咧排队，是毋是伫遐买票？高铁大发现，坐高铁到桃园的速度上紧哦。安尼敢会好食便当？康康，你身高偌悬咧？我是101公分，已经超过100公分啊！康康，你看，身高还袂到115公分的囡仔人，唔免买车票。我的身高是101公分，比115公分搁减一丝啦，所以我唔免买车票，就赞呢！我的身高是120公分。已经超过115公分啦，我敢会买车票？除了看你有偌悬，6岁以下的囡仔嘛免买车票哦。乐乐、康康，恁今年几岁啊？阮拢是5岁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恁感觉康康甲乐乐上需要买高铁的车票咧？1. 康康；2. 乐乐；3. 拢唔免。我唔免买车票，我还未满6岁，我的身高嘛敢若101公分。我嘛免买车票，虽然我的身高是120公分，已经超过115公分，但是我即马还未6岁，所以我嘛免买车票。答案是3。乐乐甲康康也阁无需要买车票，就好诶，咱直接来坐车。康康，阿姊是大人爱买票啦。高铁规定一个大人会当带2个无占位、唔免买票的囡仔做伙上车哦。咦，阿姊，若无买车票，我甲康康上车，敢有位通坐？免买票的囡仔爱甲大人做伙坐一个位，康康甲乐乐会想要有家己的位，对无？安尼，咱就搁买2张立动票，就好诶！高铁大发现，还未6岁，阁有身高无到115公分的囡仔免买票。一个大人会当带2个免票的囡仔人上车。囡仔人若是想要有家己的座位，也是爱会记得买立动票哦。康康，你看迄边，除了有车票入站。我阁看到有人摕手机仔呢。奇怪，敢讲手机仔嘛会当买票？咱来问看卖。你好，阮要买车票。请问要对号座还是自由座？对号座，阮要买1张大人的，甲2张儿童的车票。好，恁要坐去倒位？桃园，阮今仔日要去桃园佚佗。好，安尼就是1张大人、2张囡仔到桃园的对号座，拢总400块。我也想买一粒便当。哎呦，康康，便当毋是伫遮买的啦。康康，你巴肚枵哦，咱等下伫车顶会当买物件食哦。好，那安尼咱买车票就好。来到桃园的票3张。多谢。就问一下，我头拄仔看到有人手机仔摕咧倒入去，阮敢嘛会当用手机仔买车票？
当然会用的，手机登录台湾高铁 TEX 行动购票 APP， 甲出发站甲目的站选好，就会使买啊。这方便着，安尼后盖就唔免排队啊，会使伫厝里先甲票买好好。好啊，票摕到啊，会当入站啊哦。高铁大发现，除了高铁站、便利商店、网络订票，原来手机 App 嘛会使买车票。安尼 App 敢嘛会用伫买便当？嘿嘿，总算是入站啊！我看卖咧，咱是要上北，还是落南？上北落南，落你咧讲啥？这是阿姊甲我讲的。坐高铁也是坐火车的时阵，因为目的地无同，会分向顶悬行，也是向下骹行。哦，这敢亲像是阮兜伫中央，我平常时要去恁兜找你佚佗，爱行正边；找阿心爽的时阵，因兜是爱向倒边。无毋对，阿姊讲要坐车进前，爱先甲月台方向认好清楚，才袂坐唔到车。唔对啊，乐乐，这哪会敢若落南的月台？就是咧呢，哪会敢若落南的？恁莫紧张，咱即马伫高铁南港站，这站是上北边，也就是上顶悬的高铁车站，所以伫南港站敢若会看到落南的月台哦。原来是安尼，高铁拢总有几个车站哈？我会记得。高铁拢总有12个车站哦。高铁的12个车站分别是南港、台北、板桥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甲左营。安尼咱要为南港、台北、板桥，然后才会到桃园。有4站。无毋对。这是啥物声？嗨啊，车要起行，咱紧来坐车。等下，袂当伫车站内底走。高铁大发现，高铁拢总有12个车站，上北边的南港站，敢若有落南的月台。12个车站，安尼敢袂当买12粒便当来食？奇怪，哪会有鸡仔徛伫遮咧？袂好啊，要安怎？车要驶走啊，紧用走诶！康康，伫电扶梯袂当用走的，足危险的。知影。康康，你有发现无？要坐电扶梯进前，敢若有鬼奇怪，就伫咧电扶梯的头前。对啊，伊是安怎会伫电扶梯的头前咧？康康，莫着急。高铁站3不5时有旅客载大件行李，为着安全，会请塞大卡行李箱的旅客坐流浪，所以才设计这行李冻管。是安尼哦。除了大件行李爱坐流浪，行动无方便、脑着旅游，也是有塞婴仔车的，拢会当使用流浪来出入月台哦。阮知影。乐失礼啦，咱无坐着车。无代志啦，飞伫迄班也毋是咱要坐的列车。有影无影？你哪会知影？不如你先甲我讲，你有啥物大发现？康康、乐乐，高铁大发现。高铁是伫陆地走上紧的大众交通工具。还未6岁。阁有身高无到115公分的囡仔，无占位，会使免票坐车。一个大人会使带2个免票的囡仔坐车。用手机 App 嘛会当买车票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恁还阁有发现啥物高铁的秘密无？又看卖，是安怎乐乐讲迄台列车毋是阮要坐高铁咧？后一集，你感觉乐乐甲康康敢袂当成功上车去到桃园咧？